上面是专题演讲、专题演讲。大家平安，大家好啊！真少有我演讲的时阵，有人讲叫我用麦克风，因为我的话我的声足大声的。今日要伫遮甲大家讲，我实在是有一点啊，感觉讲真较歹势，因为我会记哩顶毛遐吼，差不多几个月前讲叫我来遮讲啦。我会记哩我毋知是1年前有来遮讲过吼，但是顶毛讲伊拄好无伫遮，所以还佫听一摆。但是我讲人别人拢听过，甲互你讲，你若要听来阮兜我讲你听就好。伊讲毋免啦，遐人听过共款拢袂记哩啊。所以今仔要甲大家讲的呢，是讲这个快乐的生活。我想咱有一点歹势，你知无？因为吼，徛伫遮要甲大家讲安怎才会当快乐，安怎才会当活甲真好势吼。实在讲吼，无需要我伫遮讲啦，拄则伫遮领奖品的人，叫伊凊彩一个人，叫伊起来讲，拢讲得比我较好，较实在，对无？我讲甲伊讲理论尔咧吼，不过我今日时间有限啦吼。另外拄则甲我讲哦，你的 PowerPoint 实在伤济啦，我讲较少咧吼。所以无要紧吼，主要要甲大家讲主题的段就是讲要安怎长岁寿。拄则大家拢讲爱活到100岁吼，活到100岁，要安怎活到100岁吼？100岁是一个真正。佫一个就是讲，除了长岁寿以外，咱嘛是爱健康，对无？你甲长岁寿活到100岁，60岁就中风，60岁到100岁拢倒临床床顶嘛，毋是一个真好，对无吼？佫再来健康以外，咱佫爱快乐，吼，所以咱要安怎长岁寿，要安怎健康，要安怎快乐。这是最近一个伫咱美国吼来看吼，你若活到60岁，我讲甲大家讲，你会当活到几岁啊？无一定正确啦吼。不过你即摆若准是65岁。你伫美国来讲，差不多65岁啦，伊会当活到差不多82岁，佫有17年啦，17年讲长嘛长，讲短嘛无长啦吼。但是咱亚洲人，我这真趣味吼，咱亚洲人颠倒伫全美国的人算起来，亚洲人颠倒有较侪岁咧，会当活到80岁。所以你今日伫在座若65岁啊，会当佫有20年吼。所以还佫有久久长长啦吼，但是。咱来看一下讲，到底吼人是会当活到几岁？圣经内底吼活到900岁以上的吼有7个人，900岁哦，上长的活到969岁。我知有人咧讲，什么活到900岁？到底这900岁是真的，是真正的900岁，还是假的900岁吼？敢有人敢有可能活到900岁吼？你点点仔听吼，等下我再甲你讲吼。伫咱中国来讲，这彭祖吼嘛活到800几岁。哦，无简单吼，所以真侪时阵，咱看这个古早这个古早的这历史啦吼来看，真侪拢活到800、900岁哦吼。但是伫最近吼有一篇报道吼，伊的研究是讲，可能咱人的岁寿上长是差不多115岁，哦，115岁其实。我感觉这个110岁嘛是真趣味，就是差不多102岁嘛吼。伫圣经内底记载摩西活到102岁嘛，拄则咱台湾人大概嘛讲，互你活到102，活到102，所以这102岁可能是真正是一个真正特别有一个意思的咧吼。咱是讲，伫咱近代有真正有医学有记载吼，歹讲拄则900岁，有人讲900岁我无啥相信，但是真正活了上长岁寿的是这个人吼，伫法国这个查某吼，活到120岁，真趣味就是讲伊吼继续安尼抽烟吼，到115岁啦，伊到106岁才戒烟啦吼。我今日先甲大家讲抽烟是好的吼，伊若莫抽烟，无定伊活到900岁对无？但是我要甲大家讲，今日要甲大家讲是讲真正活到几岁吼，就是讲活久，但是活了有快乐无？吼，这互大家看就是讲，你电工，一个人电工，你第一个顶头迄个讲伊电工，但是到50岁的时就开始破病啊。虽然病活到病侪岁，我了病拢活到100岁，但是你若50岁就开始破病，你变做50年。倒临床床顶破病吼，虽然你嘛活到100岁，下骹咧，你要安怎互你会当活到75岁、80岁，开始小可一寡毛病，共款活到100岁，对无？所以咱人毋是干爱活长岁寿，
咱人爱活健康，咱人爱活快乐，会记哩吼，快乐上重要。因为你活甲活健康，咱看到遐真侪活甲也无病也无啥，但是甘愿去跳楼自杀，无快乐嘛，对无？所以毋是干讲长岁寿，毋是干讲健康，佫着爱快乐。足简单，我知影大家看，大这是咧讲啥？简单是甲讲长岁寿甲咱的基因有关系，吼。这基因这是啦，这端倪，恁渐渐去看咧，恁若较有趣味的人吼，渐渐去看这嘛，最近常常咧研究咧讲端倪，端倪就是这染色体头前这个黄色的这个膜啊吼，啊亲像咱咧下大的镜头咧一个割掉咧吼，这吼每一个细胞啦分裂吼，咱人啊愈来愈侪回吼，这个黄色的这个吼会愈来愈短，愈来愈短，短到一个程度，细胞就袂分裂啊，啊人就老去啊，吼，所以这个长寿甲基因有关系吼，但是。咱知影讲，这个基因虽然每来，这个红色的膜啊，这个愈来愈短，但是有一个物件叫端粒酶，吼 ，telomerase， 会互伊恢复恢复伊的本来的长。啊，所以若袂变短时，你的寿命就会愈来愈长。所以这是即摆足侪的研究，吼，你若会当用这端粒酶，互伊这卖缩短，会当延长你的寿命，但是有一个问题啦。有一种细胞，咱身体的细胞拢会老化，有一种细胞是袂老化的，什么细胞你敢知？有几啊种啦吼，但是上主要是癌的细胞，癌症的细胞啥较可怕？伊一直大拢袂停止，一直大对吧？一般的细胞差不多分裂50摆就停止，癌症细胞一直分裂，所以你若互伊端粒酶的时呢，互伊这种袂缩短的时呢，细胞煞变做癌症细胞去。吼，所以这是即摆研究的方向，就是讲要安怎互你端粒，互你的细胞袂短，啊，但是佫袂变做癌症细胞吼。啊，这个研究这个端粒甲端粒酶的人吼，就是这三个吼，这个伫 UCSF 的一个教授吼，伊的学生啊，甲另外这个吼，这个研究端粒酶，因这人伫2009年吼，8年前摕到诺贝尔奖，吼，诺贝尔奖就是因为研究这个端粒酶吼。这个互你小可知影者，你免讲，但是我要讲是讲，咱嘛免讲哇 ，OK， 安尼若是基因甲决定咱长寿，安尼我都无关系啊！我随头我要食啥，我要创啥，也免运动，啊，啉酒拢袂紧，反正就基因甲决定的，对吧？但是毋是安尼，咱的生活方式会当改变基因的表现。这嘛是一个新的一个研究吼，就表观遗传学 （epigenetics） 吼。咱基因虽然袂当改变，但是基因的表现会当受到生活方式的改变吼。你看白白两只猫。是共款的，拢共款的基因，但是因为因呢其他的因素的改变，会当产生不同的颜色吼。啊，所以分婚吼，这个查某人分婚影响到伊家己。你知影分婚真歹吼，食薰真歹吼，食薰的着肺癌，着足侪心脏病啥吼。但是毋是干讲伊食薰，毋是干讲影响到家己，佫影响到伊的胎儿吼，伊的胎儿受到影响。但是，佫较一个就是讲，毋是干影响到伊的胎儿，迄个抽烟对这个基因的改变吼，不但影响了胎儿，佫影响了胎儿的生殖细胞，所以它影响以后摆这个胎儿，佫再生出来，所以它影响了几啊代。所以一个抽，一个食薰会当影响到你的几啊代。我要甲大家讲，就是讲，即甲咱拄则咱所讲的，古早几啊千年前的时，人会当活到900岁。是毋是这几千年来，咱因为空气的污染，咱因为食薰，咱因为生活方式的改变，渐虽然无改变着咱的基因，但是改变了基因的表现方式，互咱一代搁一代寿命一直短到剩100几岁。吼，所以若总是这是一个原因的是，咱用咱的生活方式的改变，会当来改变着咱的基因的表现，会当来改变着咱的。迄个健康会当来改变着延长咱的寿命，吼。健康是有4个因素，一个都是咱上下就是讲，啊，真正人讲食老就要带你较近病院咧，吼，要去病院较紧，吼，要看医生较紧，吼。医疗照顾当然足重要，吼，大家拢要去，但是医疗照顾其实照1%，环境的卫生足重要，吼，你的环境，吼，包括你的空气污染，咱拢知影讲，哦，北京即摆空气污染足严重的，所以遐着肺病、着肺癌足侪对吧？所以环境卫生真重要，吼。遗传当然是要占7%，但是我拄则有讲到，遗传虽然占少，但是咱的生活方式虽然是袂当改变遗传，嘛会当改变着遗传的表现方式，所以咱的生活形态占基本到1半，吼，
所以咱袂使讲基因家决定，咱就照安尼，因为咱所每一个所食的，咱所有的生活方式，拢会当影响到咱的健康。伫去年吼，美国政府每5年拢会出一个报告，就是讲即摆饮食的建议啦吼，即每5年的一个建议，这是2016年吼出来建议，有小可较无共款的所在，我大家小讲一下。一个就是讲，伊特别伫即届吼，甲伊讲啉咖啡对身体有好处吼。即啉咖啡对身体有好处吼，咱后摆有机会再讲吼，对真侪对心脏啦，对你的记忆力啦，对失智症啦吼，拢有一寡好处吼。但是一般来讲是差不多一天卖啉超过4杯吼，卖啉超过4杯。第二个就是讲脂肪吼，摄取量只要你限制你饱和脂肪。哦，啥叫做饱和脂肪？当然，咱甲大家讲吼，就是讲有一个新的观念，就是讲古早拢讲哇，脂肪爱食偌济，蛋白质食偌济，糖类食偌济。即摆限制，毋是讲蛋白质袂使食，迄落脂肪袂使食，逐项拢会使食。你若想讲你若拢毋食，你脂肪袂食，你就变拢爱食蛋白质、糖类，搁较歹对吧？吼，逐项拢会使食，问题是爱食啥物款的脂肪、啥物款的糖、啥物款的蛋白质，吼。所以这是一个新的一个观念，吼。搁一个就是讲盐吼。即摆来讲，也是2.3毫克啦，吼，这恁可能甲伊无关系，尤其特别心脏病、心脏衰竭的人，哦，医生古早拢讲哦，盐拄少愈好，但是即摆知影收少嘛袂使，收少对心脏嘛歹，会引起低钠症吼，所以可能是差不多维持伫2.3毫克、2.3克，吼。糖即摆会使甲恁大家讲，是讲糖可能是上歹的，吼，糖不但会引起恁讲吼，甲糖尿病有关系，糖嘛引起高血压，糖嘛引起甲智力嘛有关系，所以以目前来讲，对这个饮食的观念内底来讲，上歹的可能是糖啦，吼，糖类是上歹的，吼。但是嘛是讲糖袂使食，是爱食啥物款的糖，吼。过来胆固醇，这特别去年吼出来这个新的建议讲，胆固醇即摆无限制啦，吼。古早咱讲胆固醇袂使食超过300毫克。哦，所以若大家拢讲食2斤，我发觉早大家拢好食2斤蛋条，加食蛋白。即摆讲无需要限制，食几粒卵拢无要紧，甚至日本有一个报告，一天食4粒卵，对伊的胆固醇也无影响，因为咱的胆固醇大部分拢是咱的肝家己制造的。哦，咱食胆固醇食落，其实对你的胆固醇的影响无大。哦 ，OK， 所以简单讲啦，吼，第一个就是讲食物件。上好是多样不同的食物啦，青菜食啥无固定，这是讲你青菜食固定的青菜，不但是你营养受到限制，某一种青菜用的这个除虫药吼，嘛是拢特殊的，所以你一定的除虫药食特别侪，所以尽量爱食多方面、多种不同的饮食，多种不同的菜，吼，莫家食共款一种，吼。食量都很足重要吼，莫食伤多吼，多吃青菜水果吼，这拢互大家足紧的吼。多吃谷类吼，这是互你食较侪纤维质吼。少加糖、精工吼，我拄则讲过吼。这个吼食较侪 nuts 吼，即个核果吼，较莫食动物脂肪，还是加工过过的肉制品。我等下搁甲大家小讲一下，加工过肉制品吼，像咱以前吼。反式脂肪，我想即摆大家拢知吼 ，trans fatty acid 是足歹比普通的低歹的胆固醇更较歹吼，因为伊会互你的歹的胆固醇悬，佫会互你的好的胆固醇低吼。反式脂肪，咱即摆较免烦恼，因为美国即摆大部分即摆拢禁止用这个反式脂肪。反式脂肪古早是拢咧做胖、做面包啦、做饼啦吼，即摆真少人咧用啊吼。即是讲高胆固醇的食物，较莫食。你若准是已经有胆固醇有关的啦吼。但是我讲过吼，去年伊感觉讲胆固醇即摆无限制啦，无限制毋是讲叫你一直食啦吼，是讲较无需要，较无遐重要吼。少吃盐吼，拄则讲的吼，莫超过2.3 gram 吼。钙甲维他命 D， 我等下佮大家小讲一下吼。尽量对食物中摄取营养，较莫食这个。补助，咱足侪人吼，我大概去教大家拢问讲，你有咧食啥补助品无？要食啥？要食维他命 A， 要食综合维他命，要食啥？逐项上好是对你的天然的食物中来摄取营养，尽量莫去食遐补助品，吼。
高热量饮料，这是苏打，这真歹。咱拄则讲过吼，因为糖内底有真侪即落高迄落果糖糖浆吼，这真歹吼。果糖糖浆迄是日本发明的吼，伊甲这葡萄糖甲即个蔗糖甲南做位用吼，迄种吼是对身体来讲是上歹吼。不过即马伊迄是一个秘方啦吼，真好食，大家啉可可啉着足好啉的吼。但是迄实是真歹吼。酒吼，这嘛。无时间甲大家讲到足济吼，酒嘛是爱限量，因为尤其是咱的亚洲人吼，咱欠一个酵素，啊，所以咱定食面就面吼，即个面啉一个酒吼，面就红吼。阮讲这 Asian flush， 迄种人吼，你若啉酒，咱古早讲啊面红啊一消就消去，但是迄种人你来啉酒的时候，你得到食道癌机会吼，比迄面袂红的人吼加7倍，吼，所以你若啉酒啉了面红。哦，甚至你甲酒你的皮肤看，皮肤会红，迄种人你上好莫啉酒。哦，好，我拄则讲了加工过红肉的健康影响吼。加工过红肉是啥吼？足侪只的啥物尤其咱亚洲人爱食啦，烟尘啥物啥种这种加工过吼。迄内底拢条加有防腐剂吼。防腐剂内底有当时啊，伫咱的伫迄个会造成吼迄个致癌吼。但是搁较一个较趣味的，就是讲，伫即个红肉中吼有一种物件做 L-carnitine 吼，即个物件当你的肠仔内底的细胞，当你肠仔内底的细菌甲伊分解的时候，伊会造成一个物件做 TAM 吼。这个TMAT 啦吼 ，TMAO 啦，我再写看无啥 TMAO 吼，会当造成这个冠状动脉血管的毛病，哦，所以食这个物件红肉，你若肠内有这个细菌的时，会较容易引起心脏病。甲咱肠啊，有这个一个报告就是讲，我来真趣味就是讲，甲你肠内细菌有关系。同款这个物件，你若肠内无迄种细菌的人，食了的影响较无遐大。但是你若肠内有细菌的时呢，引起心脏病机会就较侪。所以，这嘛是一个新的医学咧研究的题目，就是讲咱的肠仔内的细菌。咱古早是讲肠仔内的细菌甲咱啥物关系？垃圾物件对吧？放喙就好啊。但是咱即马知影讲肠仔内的细菌甲咱人的健康足重要，足都有关系吼。咱肠仔内。咱的身体拢总有60兆个细胞，就是伊后摆加14个零100兆但是伫这细胞内底就是讲微生物内底有1:100啦就是讲，无咱的数目，咱所有的细胞数目咱肠仔啦是这个鼻腔啦、喙啦啥这细菌比咱人类的细胞搁较侪。所以咱讲你就是你就是人，其实你毋是你我看到你的时，你是人就有遐细胞，但是你的身躯内底的细菌的细菌比你的人的细胞搁较侪这个细菌呢来用来看这细菌的基因来看呢，150个比例这个细菌伫咱人体的细菌通常咱大囡仔红个仔生出来时是无菌的你若生出来是无细菌但是你若经过1礼拜咧，就会达到100兆所以细菌是爱出事的。所以遮嘛有一个讲就是讲，若用迄个剖腹生产的人伊生出来细菌就较少所以嘛影响着。所以剖腹生产的红个仔，咱有当时古早有人讲剖腹生产照方便较袂痛，但是剖腹生产生出来红个仔，伊的肠内细菌比正常生产的红个仔细菌较少的时，其实对咱后摆身体的健康影响嘛是有关系肠内道细菌即摆有真侪研究，肠内道细菌内底包括糖尿病、高血压、心脏血管、老人失智、肥胖、忧郁症，足侪拢有关系。甚至最近有一个伫韩国一个研究肠内的细菌伊用迄个糖来做，肠内细菌甚至会影响到伊的迄个虫寿命你若改变伊的肠内细菌，会延长伊的寿命所以真重要，咱嘛爱一个思想，咱肠内细菌既然对咱电工较重要，要安怎来食这个咱改变咱的肠内细菌。所以真侪有人即摆咧食 probiotics 对无
可能内底有足侪人咧食。问题 probiotics 的问题就是讲，咱即马虽然知影讲肠内锌足重要，但是到底是爱食倒一种？因为肠内锌是足侪种，是爱食偌济？有啥物问题？咱还阁无研究出来所以。我会当甲大家讲肠内细菌这个 probiotics 可能有效，但是你若要叫我甲你讲，是要买倒一排的，是要食啥物款的，即马咱要医学上要无法度甲你做一个真好的一个推荐OK， 糖这我有讲过尽量卖因为咱年纪较大，咱的舌头的这个味觉会改变。你改变的时呢愈来愈退化，所以真侪老大人讲我食这物件，你是咧创啥？煮这个物件拢无滋无味，拢无味素，因为你的舌的这个味觉改变了，所以人实在是食到咸到咧，你食起来拢无味但是咱这个味觉内底改变上慢的，就是对糖的这个感觉，所以真正老大人伊逐项食拢无味，甲食甜的物件做有味的，所以你有看无？愈济岁人愈爱食甜的所以这就是这个问题但是甜的物件咱拄则有讲到会互你血糖增加，电脑互你较会大箍最近尤其佫知影讲真侪这个甜的物件，佫会影响到你的血压较早假是讲盐才影响到你的血压，即摆知影讲糖嘛影响到你的血压因为糖会改变你的这个身体内一寡荷尔蒙的分泌会影响你的血压，所以糖是真歹的代志所以咱咧渐渐减糖，互你的渐减少，互你的味蕾有时间来调整尽量用天然的甜味食物，食水果甲食果汁差足多有人做过实验，食水果。互你血糖的增加，加要食苹果甲苹果汁，互你血糖的增加无共款。因为苹果内底是你有遐个纤维，遐纤维会当互你糖的吸收较慢，所以你食苹果含啉一杯苹果汁，迄个血糖升高的程度差足多，所以尽量莫食果汁，尽量食天然的水果。就尽量用这燕麦啦、豆类啦、蔬菜啦，尽量食OK。维他命 D 简单甲大家讲一个，另外一个题目就是讲咱真侪最近愈来的报告愈知影维他命 D 伫咱的身体作用的古早想维他命 D 敢若甲骨头有关系即摆知影维他命 D 嘛影响到维他命 D 的这个接受器伫咱全身躯到位拢有啦。对你的心脏有影响，对你的脑的智力有影响，对你的平衡有影响。所以维他命 D 伫咱年纪愈济时影响愈大。上重要就是讲，有当时咱来欠维他命 D， 年纪较大的时，你的皮肤会改变虽然同款的阳光，你制造维他命 D 会比少年人较少所以真侪时阵。咱来去检查讲，你有即摆会使检查维他命 D， 真侪时咱来去检查维他命 D 的时，我会当讲伫遮内底差不多99%拢总欠维他命 D。你去抽血看卖，毋是你叫恁医生甲你抽血讲你维他命 D， 拢总无够所以真侪时阵，咱拢会补充维他命 D 但是上好的当然嘛是用食物来补充你若时间够我叫咱无时间通看 ，OK， 维他命 D 影响到糖尿病，对过敏、癌症都有关系所以检查一维他命 D， 也是讲食维他命 D， 我会建议像食一维他命 D 拢是真好这个排压合日头当然是真好你若伫这个。晒者10分钟、15分钟就够，但是要晒了伤厉害，等到嘛破坏维他命 D， 所以阳光晒了伤厉害嘛毋好嘛影响到皮肤癌所以晒爱适量若讲迄落有要食维他命 D 无超过70岁食600个单位，70岁食800个单位有人问讲维他命 D2 甲 D3 有啥物关系？D3 是对动物来 ，D2 是对食物来。食物像讲即个香菇香菇内底有真侪维他命 D 当然动物来维他命 D 是比食物来较强、较好用处较好OK， 搁一个较老大人较爱注意就是维他命 B12的欠维他命 B12欠。较会影响到你的智力，影响到你的平衡维他命 B12 甲咱的胃内底的
一个阮讲做内在 intrinsic factor 的关系，所以维他命 B 12伫老大人较容易缺乏吼，所以嘛会当检查吼。除了当拄则所饮食来讲是会给你做癌症的检查吼，乳癌、子宫颈癌吼，当然到一个年纪的时，可能这个检查就较无遐重要吼。预防注射，尤其是这个时阵，希望大家拢已经注这个感冒的预防针啦，吼，感冒预防针拢爱注吼。65岁以上的人，你注感冒预防针，以前会甲你做一种无共款的感冒预防针，就是讲比普通人搁较加一倍的感冒预防针，因为咱年纪较大的时候，咱做感冒预防针效果较歹，所以互你一个加重量吼。第一道最重要，老岁仔人吼。暗时起来，天暗目睭阁无看袂好势吼，若无注意跋倒吼，真侪爱注意吼。所以这真紧。好，即摆甲大家讲，拄则健康了，即摆要开始讲到咱的心理方面吼，咱要快乐吼。除了身体健康以外，要咱快乐。真侪年纪较大的是有老师啊，当然吼拄则看到迄讲结婚76年吼两个人养到第个实在是互人真翕现啦吼，大部分真侪时阵拢会一个已经去的时阵吼，会影响到你的心理啦吼，也是你的婚姻关系调试啦吼，退休啦吼感官的失落啦吼，拢会影响到吼你的拢会，我这有当时吼，我有一个朋友吼，伊讲伊第一届挂老花眼镜的时候，吼，伊安尼心情艰苦到歹甲伊讲尼我老吼，所以有当时真侪这个感官的失落，视力较歹就歹去吼，身体定来开始年纪较大，开始有一寡毛病啦吼，也是讲甚至死亡来，这拢会去影响到咱心理的因素吼，所以真侪老大人定有当时有靠忧郁症、靠罪恶感、靠孤独感、靠沮丧感、无助感、愤怒，常常靠这心理上的吼，有当时咱讲老大人脾气咧较歹上吼，种这引起吼。其实咱大家拢想要少年啦吼，敢有人想要老的吼，大家拢想要少年，尤其咱一直拢来甲伊教讲咱的不服老，对无？真侪老大人都爱穿较水的，穿较装较水创啥，这拢毋是歹代志，但是有当时看你的心理，你若是因为安尼做，因为你想要逃避，你想要避免去面对年老，吼，安尼是有当时你若无去面对年老，有一天年老是来面对你，对吧？不管你安怎要装少年，安怎要不服老，总是有一天你一定会老，总是有一天你一定会破病，总是有一天讲到歹听咧，有一天咱拢爱去，对吧？吼，所以这个时阵咱若无去准备，咱若无去面对伊，咱若无心理上有准备，我伫我的临床上，我定看到真侪老岁人到尾吼，心情真歹吼一直避免逃避的时候，到有一天伊真正发现讲，伊真正身体歹时吼，怎袂动哩，怎规个人拢崩溃去，吼。所以咱的心理要有一个准备，吼。咱不管咱做啥物代志，咱今日大家要来遮，嘛是爱穿好水水，要装装的对。咱知咱要变老，咱嘛是爱去准备，讲要安怎去来应付老。我甲大家讲吼，我感觉要应付老吼有3项代志，我感觉讲真重要，吼。一个当然是讲，咱来学习接纳自己，吼，咱来接受咱家己，吼。我想要你听，因怎是要讲时间到啊？时间到，因怎我摇者是好，吼，你若老咧，吼，咱本来少年的时候，安尼做老实咧，吼，大家拢甲你学乐，讲你偌水偌缘投，我食老，我即摆等你台湾吼，讲去买迄票吼，未买票，人就我讲，你要来买种老票吼。OK， 我知影，这较侪年纪吼，咱家己会感觉有难度吼，但是咱会晓去接受，咱去接受吼。你若无去接受吼，我有真侪故事头甲大家讲，今日无时间吼，真侪咱若无去接受吼，咱就无法度，咱就真艰苦吼。咱会接受讲，咱已经是不管你是白发苍苍、老态龙钟，还是疾病缠身、病卧床上，咱来学习去接受讲，咱即马就是安尼吼接受即马的咱，接受咱过去的咱，过去的代志已经过去啊，吼，咱毋免搁去烦恼，吼。这当然伫信仰中来讲的是吼，基督教的信仰讲也上帝是照咱的本相，照我们的本相来爱咱、来疼咱、来惜咱，吼，咱何必去看轻咱家己，对吧？吼，所以是第二个就是讲，你爱学习
去放手啦。啊，你过去的偌住钱吼，过去是啥物大官啥物吼，过去安怎自卑高傲啥物啥，拢毋免啦，拢放下伊去啊。哦，毋是讲放下伊去，讲你爱插啊，我今日啉酒啉啊去佚佗啥，毋是，你赶快去尽人事，吼、啊听天命，吼、这伫信了来讲，也是讲啊，着逐项代志。拢是毋是我的啦吼，甚至包括你的电工，甚至包括你的性命，甚至包括你的囝儿，拢是你的，拢是上帝主宰的事。你要有啥物好袂当放手的，一切甲放手去啊吼。啊做，但是毋是讲放手，毋是讲接受就拢无，赶快来继续不停的工作，随时更新自己的心力。更新啥物心力？你做代志，甲以前无共款啦吼。以前是少年时是做钱。做代志是想要趁钱啦，吼，想要饲家啦，吼，为五斗米折腰啦。但是即摆毋是啊，即摆做代志是为着要贡献人群，为着要感受别人的需求。所以真侪时阵，哦，你免去想少年吼，免想讲啊，最近才到一个讲我伊即摆无咧趁钱，你免规家是要趁钱，你的经济上来使的时，你即摆所要做的就是讲安怎去服务，安怎去。服务社会，安怎去甲你的智慧、甲你的经验，搁再传承互你的搁后一代。哦，这是咱应该做吼。所以毋是讲叫你食老啊，接受你家己破病啊，性命健康拢卖好啊，规日倒人床顶等死，毋是安尼。爱继续做吼，但是总是你做工课的心态有共款。我发现讲，你若为着要收迄个。薪水吼，要趁钱做工课吼，做着足忝的，每一工真艰苦。但是当你有一工你做代志是，毋是为了趁钱的事，你做着足轻松，做着足享受的吼。OK， 幸福是你的内心，毋是外在吼。幸福甲外在是添加10%，即係你的幸福，你有幸福袂幸福是你的内在心态吼。上重要吼，幸福2个支柱，这是一个足出名一个迄个哈佛大学的研究吼。伊讲幸福上大一个就是讲，你会晓要去爱别人，爱别人吼。一个就是讲，你也会晓去接受别人的爱。真侪时阵，咱拢讲要爱别人吼，咱尤其是咱华人，大家拢要爱别人，但是当人嘛要来甲你。爱的是咱惊着啊，咱退缩有无吼？惊是要甲你友好的时候，惊是要摕物件来送，惊是要甲你出钱啥？你等你讲免，但是咱来去还要去接受别人的爱吼。所以爱别人、接受别人的爱，这就是幸福吼。这有甲你讲要安怎去保持迄个良好的人际关系啦吼，就来家人保持啦吼，这吼你大家知影吼，真重要吼，参加一寡义务活动吼。那你若有失去亲人啦吼，是人生遭了重大挫折的时候，去参加一寡互助团体吼。这个咱台湾的这个社团足多吼，真好吼。我真希望讲，这社团尤其是这个迄个联合会啊，啥有一个真济吼，大家来 coordinate 吼，安排足济这个节目吼，来遮来支持遮的较士大人吼，然后讲丧失。亲人，还是讲有啥物重大的挫折的时候，来不但伫这个精神上，伫这个金钱上，还是其他服务上，拢来互相来支持，然后咱来做这个工课，真好。无需要讲这个一定都爱啥物慈济啦、教会啦，因为真侪人不属于慈济，不属于教会，我伫我人生上，我定看到真侪老岁人真正。可能真正孤单吼，然后这个做伙来这个做一寡义务互助团体真好吼。所以这退休生活快乐的一条技巧啦，就是讲调整心态，知足常乐吼，常爱有一个生活计划吼。你莫讲规日啥物自然醒困起来，都毋知要创啥吼。每一工你的生活有一个计划吼，重新找到目标，培养兴趣爱好吼。看你是。古早为着趁钱，无早做的工课；无条有人为着要种菜，有人要炒菜。你即摆无迄个经济负担的时阵吼，重新来培养你的兴趣吼。
那我一定爱用啦，吼，那我一定爱继续用，吼。啊，搁这个当志愿工作者，吼，我拄则有讲着，吼，吼啊，当然啦，无钱嘛袂使吼，钱甲幸福有关系无？我会记我顶间捌讲过吼，嘛是有关系啦吼，毋过甲一个程度啦，你若讲送到，人讲啥，送到要有几粒吼，哦，当然你日子就足歹过嘛吼，到位时间吼。你若讲有一个基本吼，伊个基础是讲，你若会当维持你的生活吼，当然这维持你的生活，甲咱每一个人无共款啦。我拄则讲，你会当放弃你古早是啥物大官外有钱收，你会当放弃，甲你的物质生活调整到最低限度的时候，其实要生活毋是讲较困难嘛吼。尼是吼，这是不过总是你爱趁早，就是爱有储蓄。所以我讲，面对人老，毋是讲甲你年老的时阵面对对吧？你少年时就开始要面对人老，开始有准备，开始有计划，对吧？好，保持健康，对吧？哈，享受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了哈。大部分真侪人吼，伫要去以前吼，你来甲问讲啊，你这世人上后悔的代志是啥？无人会讲我趁钱欠100万，无人会讲我生活够悬对吧？拢是讲啊，我希望我留较侪时间甲我的家人做伙，我留较侪时间甲我的囡仔做伙对吧？所以甲家人做伙是一个真重要吼。但是甲家人做伙有真侪即个技巧咯吼。甲家人做伙毋是讲咱做老大人，毋是讲我逐项拢要控制，你知无？拢要用 control， 你知无吼？咱来去疼小囝儿，嘛爱互囝儿去独立，嘛爱接受囝儿的疼，对吧？所以莫过分依赖，嘛莫过分干预吼。大事清楚，小事糊涂吼。当然爱有认识新的朋友吼，咱有真侪只活团吼、活动吼来认识啦。打扮自己啦，美丽是一种责任吼。然后今日吼，像咱拄只咱这98岁要翕相，佫着爱甲婚纱烫甲要翕较水吼，打扮自己吼，真好的心态吼，无怪你活到98岁吼。人生内面着重大的挑战的是要怎过？食到遮侪岁，总是吼拢一定有吼，人生必有苦难啊吼，人生吼，第一个就是爱受感恩的代志啦吼。你想着讲，对，我今日做着苦难吼，虽然我今日丧失我的亲人，但是我受着祝福，我有通甲我这个亲人做伙遮久吼，享受这段时间吼。你各项代志拢去用着感恩，当然你每一工目睭紧起来时，你就讲啊，我真欢喜，我今日目睭搁紧起来。啊，你打去困的时，你讲我明仔载毋知会当搁醒起来，搁穿一双鞋啊脱起来当搁穿，计两早起来，嗨，我鞋仔搁通穿起来。感恩的代志，定去享受感恩，去想感恩的代志的时吼，会对你这个应付苦难有帮助吼。第二点是讲，诚实表达自己的情绪，你应该哭的时就哭，你应该笑的时就笑，唔免见笑。哦，咱定啦，咱要哭的时，咱就要结一个哦，真快乐哦。有人讲，去参加基督教的丧礼，大家拢要笑嘻嘻，无迄个代志啦，对无？因为无就是无心肝的人，对无？吼，啊，就是啊，吼，咱爱哭就哭，咱爱笑就笑，吼，诚实表达你的情绪，吼。啊，但是你所袂当改变的事实，你要接受，哦，你今仔日已经通白去啊。就是通白去啊！你今日破病，你就破病吼。啊，苦难每一个苦难拢有意义。当你甲苦难受做一个意义的时，譬如说有人讲，上帝啊，你若互我身世早早过身去，但是到尾才知影讲，原来因为伊的身世过身去，伊才会当了解讲迄个身世过身去的苦难会艰苦，伊会当去。用伊心内迄个经验去听遐共款人，所以真侪时阵，咱所面对的苦难，会当化作一种特别的意义，会当来帮助咱去做咱会当过去咱所做袂到的代志。像我今日，我若要甲大家讲啊，90几岁时有啥物艰苦？对啦，我会当工作济，毋过迄拢是我看册来对无？咱遮啦，已经活到90几岁，伊拢是亲身的经历，所以亲身的经历对你会帮助。你来大概化作一种力量，把你的苦难化作一种力量，来借迄个经验来帮助别人，你的苦难都是一个意义的咧，吼。啊，做代志每一工做一线，每一工做一线。我想讲，一困要做伤济，吼。
你今日想要做的代志，无定你今日我就做到，但是你每一工做一撮做一撮，渐渐做的时候，有一工你就当做较到吼。我想我停伫遮时间可能差不多啊吼，过来是大概有啥物特别的问题爱我，也是例我。5分钟，要我搁再讲5分钟，还是要我大概有啥问题讲5分钟？我大概讲一个故事啦。我从外国去看一个一个病人吼，伫因厝甲看伊病人，67岁，足少年的啦吼，照咱的咱的标准来讲，67岁足少年，伊着胃癌，台湾来吼，得了胃癌，已经是末期吼，可能无啥法度。我入去因兜，哦，一进去吼，迄大厅一个菜市场，即个观音菩萨，足大身的吼。我就行过，甲反入去到内底，看到伊67岁，当伊傻傻坐伫遐，开始讲，开始哭啦。伊开始哭，伊咧哭啥？伊讲我实在做毋惯的啦，我实在做毋惯的吼，我啥哪会得到即个胃癌？我做毋惯的啦。伊甲我讲啥物故事？你知？伊讲我过到少年外缘投，你知无？我偌漂皮，我偌怪啊！做我讲种实在吼，我拢无加天养天错吼。伊讲我古早吼，我娶某吼，我阁有3个女朋友，我逐日去跳舞吼，我5跳舞的啥吼。当然，我看到我啦，心内真感伤，真感伤吼。我感觉，我甲伊问讲，啊你听一个观念，你有，伊讲有对你有啥帮助？伊就笑一个迄个面，伊讲。那有啥物帮助？伊讲我是人拜，我对伊拜啦，吼，安尼尔啦吼。所以我心内感受是安怎呢？我感觉讲，咱真侪时阵，吼，我有2个真大感受。即个时阵是讲，即个人伊啥人会遮艰苦，吼，伊足艰苦，一直哭一直哭吼，67岁的查甫人一直哭，因为伊心内无准备啦，伊心内无准备，伊无面对着讲伊是67岁啊，伊无面对讲伊会老啊。哦，伊无面对讲，伊有一天会去。当你心内若无迄个准备，讲你会变老；当你心内若无准备，讲你有一天会去的时阵，当你面对着伊的时阵，你的心内我度去平安，你的心内足艰苦。有一个故事讲，有一个人吼死去啊吼，去天堂，伊对着上帝讲：上帝啊，你互我死！就真惨啊！你啥都无要甲我调来天堂，无你嘛先甲我一个警告一下，互我小可心内准备一下。上帝甲我讲，甲伊讲，你几年前的事，你是毋是你的世界去开刀？你有无？伊讲有啊。伊讲，迄阵我就咧甲你警告啊。你几年前的事，你心脏着破病，心脏着病，你去一边有无？伊讲有啊。我搁甲你警告一摆，吼。搁几年迄甲旧年你中风。有无？伊讲有啊，我上尾我来警告，我甲伊警告3摆，我才甲你调来。哦，所以真侪时阵，咱心内爱准备，咱心内爱面对。吼，有心内爱有一个平安，心内爱有一个信仰。信仰毋是嘴内咧讲的，不管我毋知影你是实际，你是教会，你是啥？你是佛教，你是基督教，但是我希望恁来想的就是讲，信仰毋是嘴内咧讲的，信仰是你的心内，总是你爱真正去信的时阵，毋是像咧讲，就人安尼拜我就拜吼。你会有迄个真正的信仰的时，当你拄着迄个苦难的时阵，迄个信仰才会化作一个力量来帮助你。讲真够。咱大家拢感谢廖医师吼，我感觉今仔日的秩序上好，所以表示讲廖医师讲的话，恁拢有甲听一心吼。